近年嚟，全球經濟貿易秩序正處於劇烈變革之中。特朗普喺4月2號發起新一輪全球貿易戰，對包括中國在內嘅全球各國家全面加徵關稅，迅速將中美關係推向經濟斷交嘅邊緣。面對美國先後將中國商品加徵到145%嘅關稅水平，中國商務部宣布多次對等反制，對美國產品徵收125%關稅，並採取限制稀土出口同對多家美企實行進口管制等措施。呢種迅速而且強硬嘅反擊，同2018年貿易戰期間低調嘅談判策略形成鮮明對比，亦殺美國一個措手不及，使中美較量由此前台面上嘅討價還價逐步升級為對抗。呢次反擊嘅底氣並非憑空而嚟，而係源於過去幾年中國經濟結構嘅優化調整，以及多元化佈局戰略嘅推進。自2018年貿易戰啟動以嚟，中國不斷加快產業升級與市場多元化進程，通過拓展一帶一路嘅沿線國家及金磚國家等戰略合作夥伴，實現出口市場嘅有效分散，從原先對某一市場嘅過度依賴，逐步轉變為多渠道、多區域並舉嘅貿易佈局，為經濟穩定增長提供堅實嘅後盾。同時，中國製造業競爭力喺市場主導以及政府引導嘅體制保障下不斷增強，以中國製造為藍圖，推出一系列精準對接產業升級需求嘅補貼政策、雙積分制度及技術路線圖規劃，力促高技術、高附加值產業嘅發展。數據顯示，中國喺能源發電、造船同高鐵等領域已展現出強勁嘅發展勢頭，相關產業正穩步向全球領先水平邁進。行業內技術水平與產業鏈整體完善程度嘅不斷提高，充分說明，即使喺面臨全球貿易摩擦同外部壓力嘅環境下，中國製造業依然喺度加速向高端製造同技術創新方向轉型，展現出韌性同轉型嘅動力。安邦智庫資深研究員認為，喺當前形勢下，全球貿易摩擦唔僅僅揭示中美經濟關係嘅深層矛盾，更反映出全球化嘅理想逐漸破滅嘅現實。全世界都將強調國家社會嘅內循環，唔單僅係中國，全世界都將會如此。呢個係因為隨住全球化已經成為美好而已破滅嘅夢想，各國都必須盡可能咁營造國內大市場，而國內市場嘅繁榮以及政策嘅有效性，將會決定一個國家未來嘅存在同發展。呢個係一個有利於大國嘅時代，而不利於小國。世界將會以少數幾個大國為核心，構建全新嘅世界秩序。過去內循環提出之際，好多人以為呢個就係中國呢一個國家嘅事情，實際完全唔係咁樣。全球化我哋當然希望能夠繼續落去，但全球化喺現實中卻不斷走向破產碎裂。而家邊個仲敢指望世界貿易組織呢？而家同安邦智庫提出空間碎裂、全球化不可持續嘅時代已經唔同啦。而家睇全球化基本已經徹底結束啦。問題在於全球化之後會變成點樣呢？如果話全球化係一個世界市場，咁後全球化嘅時代當然要世界大市場切割碎裂，還原成為各國嘅小市場。喺呢啲各國小市場之間，各國最多係做一啲關稅同盟，重劃勢力範圍，搞啲雙邊貿易協定之類嘅事情。總的嚟講，各國嘅小市場雖然裏邊亦係大大小小，比如美國同中國就係相對大嘅市場，但總體嚟睇仲係一種碎裂化嘅存在，而唔再係一個世界性嘅貿易統一體。呢個就係全世界各國都要關注嘅內循環，唔單僅係中國。呢個係一個有利於大國嘅時代，而不利於小國。世界將會以少數幾個大國為核心，構建全新嘅世界秩序。美國係咁，中國亦都係咁，全世界各國都會係咁。國家顧國家，個人顧個人，嗰種理想化嘅所謂世界市場，因為各國嘅國內社會擺唔平，實際已經破產啦。應該話
中國喺世界上係最早提出空間碎裂以及全球化破產嘅國家，係理論以及預測上嘅前驅，絕對唔係一啲觀點同埋睇法。中國嘅整個政策體系喺支持全球化繼續維持嘅同時，喺中央高層嘅部署下，實質性咁採取咗相當大規模嘅政策行動嚟應對轉化同迎接當時可能到來嘅後全球化嘅時代。而喺現實中，我哋可以睇到今日發生嘅一系列變化。第一係中美貿易依賴度大幅下降，市場多元化咁加速。過去中國對美國順差曾經高達4000億美元，但係到而家已降至2900億美元左右。呢個意味住中國喺去美國化上已經取得顯著嘅進展。從一帶一路到金磚國家合作，中國不斷把雞蛋分散到更多嘅籃子裏邊，唔再將全部希望都寄託喺美國市場。呢種轉變正好反映出全球化嘅破滅，單一市場一味追求開放已經行唔通啦。各國都睇到咗呢個風險，再大嘅外部市場亦可能隨時俾關稅大棒擊破。於是強調內循環，集中國內大市場就成咗必然選擇。只有構建起足夠強大嘅國內需求，先能喺國際風浪中保持定力，唔會被別人嘅政策牽住鼻子走。呢個事實亦說明所謂嘅全世界共贏已經讓位於各自為戰、各自為政嘅新常態。第二，美國對57個國家全面加徵關稅，推動逆全球化。大多數小國面對美國關稅壓力，只能夠認命，但中國、歐盟等卻選擇對等或聯合反制。呢種大國博弈，讓中小經濟體深感全球化根本不可靠。可以預見，未來國際貿易將更加區域化、大國化，多邊體系將被關稅同盟以及經濟圈替代。全球化夢想中嘅一體化市場理想基本已經破滅，各國都開始注重重塑自己嘅內循環體系同產業鏈安全。當然，佢哋同中國相比都晚咗一步，甚至係幾步。第三，中國迅速而且強硬咁對等反制，顯示對內循環嘅信心。美國一夜之間宣布對華商品加徵34%、50%關稅。中國商務部回應，唔單止對美國產品徵34%關稅，更限制稀土出口，對11家美國企業實施進口管制。呢種硬氣回應正係內循環思維嘅體現。喺關鍵資源同核心利益面前，用國家意志同政策工具維護自身安全與尊嚴。呢個亦俾全世界一個信號：當外部環境變得不可預測，任何國家都必須增強戰略自主，唔再將命運交俾到別人手裏邊。第四，中國製造2025戰略背景下，中國喺關鍵領域取得階段性嘅領先成果。喺市場主導、政府引導嘅政策框架下，通過不斷深化技術革新同產業鏈優化，中國喺電動汽車、工業機械人、造船同埋高鐵等多個重要產業領域表現搶眼。比如電動汽車產量從2015年嘅7.5萬輛飆升到2024年嘅1200萬輛，預計2025年將達至1800萬輛，佔全球70%。造船量更係相當於美國嘅200倍。高鐵里程同技術亦領先全球。產業政策從精準補貼到雙積分制度，每一步都緊扣技術指標，讓企業攞到更多資源。較差嘅就俾市場同政策雙重鞭策淘汰。呢種雙輪驅動嘅路徑正係內循環戰略嘅體現。依靠自己嘅人才、技術同規模效應，構建不易被外部打斷嘅產業鏈。對小國而言，想喺短時間內複製呢種體量同深度，幾乎係唔可能。第五，係政府引導加市場主導嘅產業政策，構建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從新能源汽車補貼到雙積分制度，從機械人行業併購到高端裝備扶持。中國政府通過產業政策推動市場主體加速創新升級，補貼最初係普惠，
後續逐漸束優，將資源集中到最具競爭力嘅企業。積分政策讓整車廠喺節能減排同新能源領域下你追我趕，併購海外龍頭，同時一舉攞下核心技術。結果係國內市場既成為技術消化吸收嘅溫床，亦成咗產業規模化嘅試驗田。只有擁有足夠大嘅內需同政策彈藥，先至能夠喺國際風雲變幻中不被邊緣化。亦只有大國先至有呢個能力，小國只能隨波逐流。總體嚟睇，美國發動貿易戰嘅核心目的，在於試圖調整全球供應鏈同保持本國產業競爭優勢。但隨住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不斷加速，單靠提高關稅等單邊措施，已難以撼動中國日益完善嘅產業體系與技術創新能力。未來喺全球供應鏈深度調整同全球產業鏈重構嘅背景下，中國將會有更多嘅機會展現自己嘅優勢。雖然所謂嘅互惠共贏經濟模式正在經歷着重建，但中國日子依舊可以喺新秩序中穩定發展。全世界都將強調國家社會嘅內循環，唔單止係中國，全世界都將會如此。呢個係因為隨住全球化已經成為破滅嘅夢想，各國必須盡可能地營造國內大市場，而國內市場嘅繁榮以及政策嘅有效性，將會決定一個國家未來嘅存在同發展。呢個係一個有利於大國嘅時代，而不利於小國。世界將會以少數幾個大國為核心，構建全新嘅世界秩序。